因為我出嚟，我们这个楼买了有二十多年了，就说全部家长全部都买这个楼，你说现在这个一烧这样子还有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有了，要我们怎么办呢？最希望就是政府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我们没什么其他要求，就希望政府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因為聽到琴晚都好多自己嘅朋友啦，朋友嘅朋友啦，好多都住喺裏面嘅。咁有啲咧揾得到啦，有啲就見唔到啦。而家有啲都失聯㗎，即係唔係發生喺自己身上咧，即係感覺到冇咁大咯。但係親身喺度，即係成個過程感覺咧，真係即係好似個心好唔安樂咯。你看有摸影，你看有摸影，你看好高。3姐了。